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进入路加福音第33天的共读。昨天我们从路加福音18章的后半段讲到少年的官，还有彼得和门徒如何为了神的国撇下，却不明白耶稣所预言的受难复活，还有来到了耶利哥，治好了这瞎子，就是巴底买，用信心能够看见，也能够继续的来跟随，更胜于那位少年官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19章，讲到了这个撒该的悔改。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耶稣入去耶利哥，对遐得经过，伫遐有一个人名叫做撒该，伊是冒税偷人，真好惹。伊爱要看耶稣是什么款人，不过因为人真多，伊的身材搁矮，看袂到，伊就走进前，爬上一丛生叉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特别对遐经过。耶稣行到迄个所在，抬头看，对伊讲：撒该，赶紧落来，今仔日我一定要住伫恁兜。撒该就赶紧落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众人一个看到，咬咬念讲：这个人煞入去罪人的厝住。撒该徛地对主讲：主啊！我要摕财产的一半，真济善车人。我若有甲人骗钱，要4倍还伊。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已经临到这个家，因为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追找搁拯救失落的人。那19章讲到了耶稣终于来到了耶利哥城。而这耶利哥城也在这个约旦河当初约书亚要进入迦南地，也是来到了耶利哥的城外而这个耶利哥城当中有一个税务长，那这耶利哥呢本身就是一个交通要塞，那还有就是它也是一个交易中心，还有耶利哥呢有很多的这个香料还有这些油的贸易货易，所以耶利哥一般所抽的税呢，课的税呢比较重，比其他的地方更重，所以在这个地方抽的税呢油水多呢，而且撒该是一个税吏长税吏长。好，那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利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好，他只是一个办公的这个公务员但是这个撒该的层级不一样所以是冒税偷人偷人都真好呀跟前面一样，少年的官是这个很富有是极度的有钱但是呢，这个有钱的撒该呢他听到风声耶稣要来耶稣怎么会来呢？可能也跟这个前面的瞎子巴底买看见或是这些的消息讯息传开了，让人家都想要来见到底这位大人物是谁，能够叫那个瞎子能够看见。所以他呢想在人群当中想要来看耶稣，但是他的身材矮小，所以他跑到前头，又爬到一棵桑树那圣经很清楚的指出这是一棵桑树。那耶稣呢知道他从这条路上过去，直到耶稣经过呢就抬头看撒该所以这不是一个巧合因为我们从后面可以知道耶稣早就知道撒该，还有这个撒该应该也不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因为在罗马帝国当中的税吏长呢其实应该是一个有身份有头有脸的一个大人物撒该急忙的下来非常的高兴所以这个是让撒该喜出望外因为撒该可能没有太多犹太人朋友犹太人是把这样的税吏呢抽象的呢冒税呢当作是自己的卖国贼自己不是自己人是吸血鬼那但是呢耶稣呢却居然叫出他的名字撒该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纯净的意思纯净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可是呢这个人呢可能手脚不干净，或是心不干净因为他在人的眼中呢是一个罪人，有罪的人，所以以至于大家居然看见耶稣行神迹的耶稣能够让许多人跟随的耶稣，还有就是治好麻风病人的耶稣那这一路上这个耶稣呢居然到这个罪人的家里因为耶稣对他说
快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这个必须呢，那是到底是被迫的呢，还是主动的呢？好，那这个里面是耶稣要主动的住在他家，而且他就是今天不往前走了，今天就是停在耶利哥今天其实他是给撒该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前面看到耶稣也住很多人家，去很多人家吃饭不论是马大、玛利亚的家，或是法利赛人西门的家。好，那但是呢，现在耶稣也让撒该有一个接待的机会而这个撒该呢，知道这个消息呢，喜出望外，那他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评论断，他就直接对耶稣说：“主，我要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那这个穷人呢，也让我们联想到路加福音18章18节的那个少年的官，马太19章、马可第10章，这个少年的官呢，就是帮不了穷人，因为耶稣对他曾经呼召那个少年的官，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现在呢，撒该搞不好也听过这个教训，或是知道这个故事，所以他自己先主动先抢先他要先把财产的一半都给穷人，多还是不多？可以说是非常的多。还有呢，除了穷人，还要他要满足上帝的公义。如果我欺诈过谁，就还他4倍。所以按照这个逻辑下来，一半已经给穷人，剩下1倍呢，剩下的一半呢是要来还债的。还什么债呢？就是他过去这些，果然这个撒该自己也知道，他怎么样有钱能够住这个豪宅，都是靠着诈骗呢，欺诈，和本翻成勒索。因为透过他这个是一个税吏长的身份，他可以自己这个动手动脚，就可以中饱私囊。那但是呢，撒该提出来还他4倍所以如果这剩下撒该这一半呢，再拿去还给人家，而且呢再还人家4倍，那要问的是，那撒该还能够留下多少给自己呢？好，那换句话说，其实撒该这次应该是说哈，撒该这一次呢，可能是全部都给出去了就是没有再为自己留下什么了。那这跟前面那个少年官没有做到的事情呢，反而是谁做到？是这个税吏长撒该做到。所以18章、19章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撒该不是一个好人，少年的官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从小就遵守律法上面一切的话，他也要寻求良善的夫子，他也要寻求永生。这个撒该是个坏蛋，他是一个只要钱，他根本就不要永生，因为他也被人家唾弃，他觉得可能人生赚多少算多少，活在当下及时行乐，但是呢，却没有想到他居然的勇气信心比那个少年官还大，一夕之间在一棵树下就对耶稣回应，要把他所有的都裸捐出去，甚至呢，以后他靠什么生活呢？我们是不晓得后面他靠什么生活，但是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就对撒该说：“今天救恩来到这一家。”那这一家是谁的家？是撒该的家。为什么来到撒该的家？因为这个人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哎呀，受割礼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是信上帝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是拜一神的，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也是亚伯拉罕子孙。但是我们回到创世纪12章，上帝开始呼召亚伯兰，是万人众人要因你蒙福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一个呼召就是使人得福。所以撒该现在做的目的呢，这个动作呢，就是让人蒙福，特别是穷人，特别是受不公义对待的人。那撒该自己反过来来传穷人的福音，或是实行转型正义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迷失的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是整卷路加福音的 key verse。好，那这一句话呢，就是用在撒该的身上。所以耶稣是来主动找撒该，还是撒该主动来找耶稣？好，如果从这一节，我们再回来看，应该是耶稣主动来找撒该。失丧的人，失丧的意思不是指说过得浑浑噩噩，是指那些迷失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遗失的。如果是遗失这个字，我们就想到路加福音第15章，遗失了一只羊，遗失了一个钱币，遗失了一个小儿子。
还有就是毁灭的失去的。所以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毁灭失去迷失遗失的人。那这个人呢就是撒该，他从过去的罪人，但是呢如一夕之间他可能成为耶利哥里面最好的大好人大慈善家。这跟我们前面在读那个不义的管家路加福音第16章，他被主人炒鱿鱼之后，他也是用负负得正的方式。我们再继续往后看，竟然在听这的话的时，耶稣佮甲因讲一个譬喻，因为伊得要到耶路撒冷，佮遐个人想讲上帝国两边会实现，所以耶稣甲因讲，有一个贵族去真远的所在要受封做王才转来，伊调10个仆人来，互因10个金币，一人一个甲因讲，我转来以前，恁用这金币去做生意。本国的人民万分伊找一个使者缀伊的后面去，对皇帝奏讲：阮无爱这个人做阮的王。这个贵族受封做王转来的时，叫遐个领着钱的仆人来，爱知因逐个人趁偌济。头一个来伊的面前讲：主啊，我用你的迄个金币趁10个。主人甲伊讲：真好，好的仆人，你既然伫小事忠实，我要互你有权管理10个城。第二个来讲，主啊，我用你迄个金币趁5个。主人嘛安尼甲这个人讲，我要互你管理5个城。另外一个来讲，主啊，你看你的金币伫遮，我用手巾甲伊包起来藏。我真惊你，因为你是一个严苛的人，无价你嘛要领，无尽你嘛要收。主人甲伊讲，你这个可恶的仆人，我要照你家己所讲的甲你定罪。你既然知我是严苛的人，无价也要领，无尽嘛要收，你乃无将我的钱寄伫银行，等我转来的时，通领母钱甲利息。主人就甲迄徛伫边仔的人讲，甲伊的金币摕来，交互迄个有10个金币的。因就对伊讲：主啊，伊已经有10个金币啦。主人讲：我甲恁讲，已经有诶，要搁较多互伊，无诶，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毋过遐个对敌我，无爱我做因诶王诶，要甲因拖来遮，伫我面前甲伊抬死。那这段经文应该原来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对照的是马太福音第25章的14节到30节，就是5000、2000、1000的比喻啊。但是在路加福音呢，话中有话，而且呢，有一点政治的意味。当这个撒该悔改成为耶利哥城的大善人的时候呢，耶稣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就是他们很多的门徒心中呢，认为神的国、上帝的主权快要实现了，因为居然连这个税吏长，罗马帝国的税吏长，都悔改信耶稣了。那耶稣真的是不得了的人物。但是呢，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回应他们心中所想的。那这个故事呢，先讲到有一个贵族，他要去远方被册封为王，然后回来。那在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叫了10个仆人，然后每个仆人都有1个金币。那每个金币呢，跟他们说，这个金币呢跟银币呢，是不一样的。那和本翻成10锭银子啊，那和这个和修本翻成1个金币啊，10个人1人1个金币。那1锭银子，1锭银子呢的单位是多大呢？1锭的银子或是1个金币。大概就是那时候一个人3个多月的工资，接近100天的工资了。所以3个多月薪水，OK， 表示这个主人可能出门的时间大概就是3个多月。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拿这些钱去做生意，那看能够赚多少。所以做生意的意思就是要能够买低卖高，能够以利取利。那这里有个14节有一个插曲。
那个主人本国的人一向恨他，打发代表跟那个主人的后面啊，因为那个主人是要去册封为王再回来，所以他回来之后，他的身份是从主人会变成什么？好，变成王回来，变成国王回来。好，所以这些钱是主人出去求官的时候留给仆人，好，要来打点一切，好，而且打点一切就是做生意呢，好，是为了让回来之后让这个王更加有王的称头，好，有王的样式哦。可是呢，当王去之后呢，有一群人，好，就是他当地人或是邻居本国的人，好，也跟在后面，好，我们不要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好，所以在后面扯他的后腿，好，扯他后腿。那这个事件呢，啊，可能也在耶稣的年代也有发生过，在耶稣的年代，好，那时候的希律王，他也是去到罗马求官回来，成为这个犹太人的王。还有呢，就是那个亚基老。亚基老呢，好，也是在耶稣的年代，也是去了罗马一趟，回来呢，好，然后呢，变成了是犹太人的王啊，好，但是特别是亚基老，他去的时候呢，犹太人也派了50个人，好，这是在历史的记载，好，圣经没有讲到这样事情，也有50个犹太人，好，跟在后面去，好，就是告诉罗马皇帝说，他们不要亚基老来做他的王啊，好，不过最后还是失败，亚基老回来还是得到官位，做了犹太人的王。好，那所以这有一个政治背景在后面。后来那个贵族果然拿到王位，册封为王，回来之后他就不再是主人，是一个王，立刻命令那些领过金币的仆人，好，照前面来看，好，是有10个呢，好，每个都有一个金币，好，一定的银子。然后主人要知道他们到底好为主人赚了多少。第一个上来，好，他用一个。赚了10个，哇，那这个是1:10，好，那等于是用3个月的工资赚到了30个月的工资，好，30多等于是3年份的工资啊，好，主人说很好，你是个好仆人，在小事上好可靠，我要派你管理10座城，因为现在这个主人升官了，好，他已经发达了，所以他现在呢不再是让他的仆人来管钱，好，要管城，好，那每一个城呢，好，跟那个3个月工资比起来呢，差很多，好，那这就是好，跟着老板好一起鸡犬升天了。好，第二个仆人上来说，主人啊，我用你的金币1个金币赚了5个金币，也很厉害。主人对他说：好，你也可以管5座城。好，所以10个仆人，好，那主人变成王。好，所以有很多的城镇，好，都可以是由主人来好分配的，因为主人需要有人来替他管。那10个当中呢，好，第3个，好，因为马太福音只有讲3个，好，但是呢，路加也10个当中只有3个仆人。另外一个仆人说：主人，你的金币在这里，哪里呢？我用手帕，好，用手巾把它包起来。原封不动的包起来，为什么包起来呢？好，因为我很怕你。为什么很怕你呢？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主人，很严厉。多严厉呢？没有存放的都要提取，没有栽种的也要收割啊。哦，那就是说这个主人好像有时候会有无理的要求，好，他就是要 KPI 要求的很高，好，这个一个钱要当2个用，好，一个仆人好要当3个人来使唤，好，那就是他要这个主人过去的风格就是要不断的突破 KPI， 主人就对他说听到这个仆人这样子说，就对他说：你这个坏仆人，对照前面是你这个良善的仆人呢，所以是一个对照。我要用你自己的话定你的罪，什么话呢？你既然称我是严厉的人，在提取没有存放的，收割没有栽种的，这些话不是主人自己说的，是从你的口中说的，所以就从你口中的话来定你的罪。好，你是一个坏的仆人，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呢？好，在当时耶稣那时代有没有银行？那时候并没有银行，但是银行这个字让我们比较可以有知道一点概念。犹太人是不能够向自己的同胞来取利的，所以犹太人那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家是不开银行。不过我们知道今天犹太人都开银行了
还有，就这个银行的原文意思就是放在桌上，好，放在桌上，好，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放在桌上，却把我的银子，就是把我的金币拿去用手巾包起来呢？好，所以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这样，这个金币，好，如果你什么都不做，至少也放在桌上，好，在这桌上，这个金币也可以展现出它的价值，好，取利，好，你却又把它包起来，让这个价值呢都不见了，好，都被遮盖住了。好，那好，所以衍生后来变成银行，银行就是能够连本带利的收回，至少让这个金币也可以得到这个金币应该得到的好处。所以主人变成王的这个主人，就向左右的人把他金币给那有10个，这些左右两侧的人说啊，那个已经有10个，再给他这个，他变几个啊？就变他有1个赚了10个，现在呢再给这个1个，给他有11个。那这个用意呢，耶稣要讲的是后面这句话：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耶稣这一段话的用意呢，就是要讲到说，当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越用就会越多，越不用，你连用的机会都没得用。所以这个5000、2000、1000两的仆人呢，那在耶稣的比喻当中，在马太福音25章跟路加的第19章可以看见了。至于我的仇敌，所以还有一批人，就是跟在主人后面去不让他做王的。所以这个政治事件呢，那耶稣也知道他的背后有一群人不要他来做他们的王，这一些人把他们带到我面前杀掉吧，因为他现在不再是一个富有的主人，而是一个可以操弄生死大权的王啊。好，所以他就要来施行审判。所以我们其实把这个比喻呢，用路加的眼光来看，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现在走这条路，就是一个从主人变成王的路。好，那虽然路加福音没有要呈现耶稣是王，马太福音会呈现耶稣是王，但是呢，这个王最后会操弄我们的生杀大权。我们如果不欢迎他，最后我们就要受他的审判。而我们对他忠心，他要把更多的交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今天的路加福音的第19章，我们第一个先看到了撒该，回想了昨天这个少年的官，一个是义人出身，一个是罪人的深渊中。结果义人不能跟随耶稣，不能拿到永生的门票，这个罪人却在一次的悔改当中却跟随了耶稣，而且呢，成为耶稣所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看起来也是得到了救恩，拿到永生的门票。还有就是这10个仆人当中，有3种的表现，一个就是极力的忠心，一个就是正常的发挥，一个就是无比的懒惰。但是呢，耶稣的心意是在天国当中，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唯一仅存的都不留给他。最后就是所谓的哀哭切齿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人子来寻找拯救像撒该一样失丧的人。我们也曾经如同撒该一样，活在罪恶，活在迷失、毁灭的当中。但是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能够转型正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过向善，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学习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神的国快要显现，耶稣基督已经作王，耶稣基督要掌王权，耶稣基督要成为千禧年国度当中的王，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在千禧年国度当中，我们不是只有在旁边观赏，而是我们要参与上帝的国度，参与上帝的的建造让我们能够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忠心。求上帝让我们有智慧善用我们的时间、金钱、恩赐，一切能够来成就上帝的国。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平安。